台南市新市区农会长年来推动毛豆的产业，今年结合食农的教育，将毛豆的生长过程加营养的价值融入去故事的绘本，发表一本甲毛豆交朋友的故事绘本。日前有着毛豆姐姐甲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分享，希望带领小朋友对绘本当中认识毛豆，和农业的知识变得更加亲近。我们的食农教育已经立法通过了，所以这个食农教育的落实当中，在我们新市农会当然是不能落于人后。那我们在推广毛豆产业的过程当中，15年来已经15年来都已经让消费者实地到了毛豆田来去做体验。那我们会发现，实地体验之外呢，如果能有在深度的这个延续的话，可能对食农教育来说更加有意义。所以我们针对了不同年纪的学童们来设计了，比如说幼小班或者是低年级组，我们就设计了这个绘本的方式，来让小朋友听故事的方式来学这个毛豆的产业。那以桌游的方式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让中高年级的小朋友来去透过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了解毛豆种植跟它的营养。除了适合低年级甲幼儿园的绘本，另外农会嘛甲国立台南大学生态环境资源学系来合作，开发出一套适合中高年级的桌游游戏，有的玩家扮演农民，透过桌游体验农民种植所当地的问题。设计毛豆的桌游里头，玩的人呢，让他有2个感受。第一个呢，就透过种植的这个方式，让小朋友知道这个毛豆生长过程当中，它大概需要多少天的时间收成。原则上，它大概是90天到100天。可是这个90天到100天，它有可能受到病虫害啦、台风啦、其他的这个人为或天灾的影响，来减缓它的收成跟生长。那第二种方式呢，是透过这个营养源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毛豆是非常好的这个植物蛋白质哦，所以呢，透过这个营养，除了膳食纤维啦、粗蛋白啦，还有其他的这个营养源来去获得这个毛豆。那从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他就知道哦，原来种毛豆不是那么的容易，它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新市区农会为了加深在地民众自细汉就认识毛豆，在绘本加桌游的发表会中，嘛特别关注绘本加桌游的游戏，食农教具和周边邻近的各中小加附设的幼儿园，希望会用将在地食农教育向下来扎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